大家認識李家鼎，可能係因為阿爺廚房，可能係因為呢場家變新聞。但鼎爺係咩嚟嘅？佢係廣州西關大少出身，人稱鼎爺。年輕時係香港武打圈入面數一數二嘅龍虎武師，做過武術指導，教過騎馬，一身刀疤劍傷。佢唔係廚師出身，廚藝係自細喺西關大家庭入面養出來嘅童子功。2016年，已經70歲嘅佢參與咗 TVB 節目《男人食堂》，表現出色到引起高層注意，就咁開啟咗一整個阿爺廚房系列。佢喺鏡頭前將啲就快失傳嘅傳統粵菜乞衣雞、金蠔豬手、古法燉湯煮到出神入化，全香港人流晒口水。大家計下數，阿爺廚房去到第5輯，加上其他頻道嘅節目片段，鼎爺前前後後設計同炮製咗超過600個菜式。你叫你阿媽連續煮1個月，日日唔同餸，佢都會扭計。何況係一個年近80嘅老人家，喺高溫爐火旁攞起幾十斤嘅生鐵鑊，由朝炒到黑。鼎爺自己都講過，拍完一集阿爺廚房返到屋企，成件衫就好似沖完涼咁，由頭濕到落腳。呢份血汗換嚟嘅係咩？今集我哋慢慢講。好多人以為鼎爺廚房就係李家嘅家族生意，鼎爺係老闆，2個仔印印腳等接班。呢個諗法大錯特錯。鼎爺喺呢盤生意入面講到尾係一個打工仔，一個用自己個名自己個樣打工嘅老人。真正嘅話事人係一個叫伍顯龍嘅男人。伍顯龍做過手錶製造，賣過濾水器，玩過比特幣。2015年佢投資200萬頂手一間意大利餐廳，新手入場頭1年就蝕咗7位數字。但呢個人唔認輸，喺2個月內改變策略，令營業額反彈70%。呢段由地獄折返人間嘅經歷，令佢明白到一件事：做飲食關鍵唔係計人工租金，係要做品牌。2016年，佢坐喺電視機前睇阿爺廚房，佢睇到嘅唔係一碟餸，係一個可以揾大錢嘅品牌機會。2017年初，佢經朋友介紹第一次見鼎爺，提出搞高級私房菜嘅概念。第2次見面，佢已經揸住一疊鋪位資料，行動力夠快。同時加入嘅係另一個關鍵人物譚思略，香港大學畢業，持有認可財務策劃師資格，有金融界同家族辦公室背景，負責融資同商業規劃方向。加上前線營運總監張以郎，3個人就同鼎爺合組鼎爺私房菜集團。分工好清晰，鼎爺係靈魂，負責代言、拍節目、帶客流、設計菜式，撐起整個品牌嘅底氣。但真正計數、管理、諗擴張策略嘅係伍顯龍同譚思略。講得直接啲，鼎爺嘅收益主要係品牌授權費、電視酬勞、廣告代言，同埋作為小股東嘅分紅。佢係用個名同個樣換錢，係打緊一份工。由2017年到2019年，係鼎爺廚房最風光嘅全盛時期。2017年9月，銅鑼灣 V Point 旗艦店開業，佔地4300尺，人均消費過千，每位1888蚊嘅菜單，一位難求，訂位要排足4個月。有專欄作家估計，單2017年底4個月，鼎爺最少賺咗1000萬。2018年9月，集團進軍中環，投資1500萬開鼎會館，揚言2年內喺港交所主板上市。就係呢個時間點，鼎爺事業起飛，媒體鋪天蓋地報道，2個仔坐喺屋企睇到老豆咁威，各自打起自己嘅算盤。細仔李永豪行動夠快，掛住老豆個名，集資約200萬。2018年喺旺角百步街開咗亞九斤和牛立食燒肉店。大仔李永漢呢，佢喺呢段時間入咗私房菜做嘢，自稱由低做起，月薪15000，日日搭巴士返工。鼎爺嘅版本係佢喺度游來游去，做咗8、9個月就走咗。2個版本各說各話，但後來發生嘅事讓我們知道究竟邊個更可信。2019年5月12日，母親節，有10幾個誠心民生嘅乞衣大漢踩上中環鼎會館，
帶住兩個寫住譚 XX 名字嘅紙紮公仔，擺喺餐廳門口收數，恐嚇侍應唔准拎走。呢個譚 XX 係創辦人之一譚思略，一間人均消費過千嘅高級私房菜，食下飯竟然有黑社會嚟追債，食下嚇到雞飛狗走，翌日上晒報紙 C1 頭條。鼎爺同集團火速發聲明澄清冇欠債，但現實係殘酷嘅。追債風波之後，譚思略逐漸淡出 CEO 一職交棒落伍顯龍手上。呢個追債事件係5月，同年10月，鼎會館宣布執笠，短短1年收場。緊跟住社會運動殺到，疫情殺到，限聚令唔俾晚市，高級私房菜首當其衝，生意大跌80%，據報蝕咗近100萬。兩兄弟喺旺角嘅拉麵店亦步入寒冬。李永漢失去咗份在私房菜掛名助手嘅工，冇晒收入。2019年係整個李家命運嘅轉捩點。疫情期間 CEO 伍顯龍火速轉型，將高高在上嘅鼎爺 Q 版化，開副線鼎家喜快，賣大眾燒味，發展網購平台幸福滋味，賣急凍湯包，成功幫集團止血。2023年6月，上市公司利進集團正式接管私房菜，並發出自願性公告。公告係咁寫嘅：本集團將與明星廚師李家鼎先生和他的兒子李榮豪先生合作展開餐廳業務。李榮豪即係細仔李榮豪。公告繼續寫，李家鼎先生和李先生合共擁有營運附屬公司10%股權。大家睇清楚，合作夥伴鼎爺同李永豪持股，鼎爺加細仔合共10%，大仔李永漢榜上無名。呢份公告唔係普通商業通告，佢係一份正式嘅商業決定，係上市公司計過數之後揀咗邊個人留落嚟嘅白紙黑字。仲有一個細節好多人唔知，呢間利進集團嘅本業係室內設計同裝修項目管理，後來改名為簡樸新生活集團，背後最大股東持股超過18%。一間做裝修嘅上市公司點解接管餐廳？因為開餐廳最燒錢嘅嘢係起圖、消防工程、出牌照，呢啲全部係佢哋嘅強項，有鼎爺個金漆招牌做軟實力，加佢哋裝修管理嘅硬實力，兩者一拍即合。公告仲寫明，集團接管餐廳嘅行政管理，即係由廳面到廚房，上市公司都有生殺大權。做生意講條數，唔係講人情，有能者居之，無能者自然遣散。10%股權代表乜嘢？係長期分紅，係品牌授權，係正正經經躋身老闆行列嘅資格。如果李家鼎呢個品牌將來繼續擴張，出月餅、出預製菜，內地開分店、搞加盟，只要打住呢3個字，潛在利潤係龐大嘅。而呢個金礦入面，只得鼎爺同細仔豪仔有份，大仔榮漢一個仙都冇。當李榮漢睇到呢份公告嗰一刻，佢心入面諗緊咩？我係大媽，我喺私房菜度做過嘢。點解老豆同細佬攀上上市公司發達啦，仲要徹底踢甩我？呢股怨氣由2023年開始積壓，積咗足足3年。鼎爺係點回應嘅？喺思明喪禮前夕，鼎爺對住傳媒鏡頭，眼眶通紅，親口說出一組數字。佢走咗之後，我叫佢搵嘢做，佢又做唔到。近年我俾佢掛名做我助手。每個月出糧5-6萬俾佢當家用，仲包埋3個孫嘅學費、保險費，負擔好大，已經有7-8年。大家攞計數機出嚟，7年乘以12個月，乘以5萬，等於420萬，最少420萬，仲未計3個孫嘅學費同保險。李永漢嘅回應係：當然唔係事實，我結婚冇叫過鼎爺出錢。兩個版本，兩種現實。但大家試下用常理去推斷，李永漢聲稱打緊15,000蚊人工，養5口之家，又話窮到要搭巴士。咁當年兩兄弟喺旺角開拉麵店，李永豪親口講，兩兄弟各投資6位數字，一個月入15,000，養5口之家嘅男人，嗰幾十萬係從何而來？
仲有一個細節更關鍵，翻查資料，負責管理呢兩間旺角鋪日常營運嘅人係鼎爺私房菜集團嘅營運總監張以郎。如果係真係自己真金白銀嘅獨立生意，點解鋪頭營運要動用老豆集團嘅核心高層？2026年3月21日，施明病逝，一家人嘅矛盾喺最唔應該爆發嘅地方全面引爆。4月22日，大圍寶福紀念館設靈，李永漢獨攬喪禮安排，強硬拒絕弟婦 Agnes 入靈堂，將本來係哀悼場合嘅地方變成自己嘅私人清算舞台。佢然後高調接受傳媒訪問，爆料話細佬永豪向鼎爺索取300萬分身家，話老豆被控制，佢係要出嚟保護老豆。但大家睇清楚個時間線，鼎爺山頂餐廳生意跌30%，被業主逼遷，業主仲要加租，一個生意跌30%，仲要搬鋪重裝嘅老人家，邊度得閒無啦啦有300萬現金攤喺度俾個細仔分？所謂300萬分身家呢個指控，好大機會係嗰份上市公告入面10%股權估值嘅影子。李永漢眼紅嗰個數字，將佢包裝成細佬貪錢嘅謠言，目的係抹黑細佬，將老豆塑造成可憐蟲，從而合理化自己喺喪禮上嘅一切行為。結果鼎爺忍唔住，喊住企出嚟，親口爆出420萬嘅真相，父子關係徹底決裂。而家鼎爺廚房仲剩低幾多？由全盛時期超過4-5間實體大鋪，到今日銅鑼灣旗艦店已搬往灣仔 The Phoenix 仍在營運，中環鼎會館2019年執笠，山頂鼎上燒鵝湯館被業主收鋪，搬落同一大廈低一層重裝。鼎家喜快不覺店已結業，全港只剩荃灣海之戀一間，實體店由最高峰縮到只剩3間。加上全港飲食業俾北上消費潮打到一頸血，一個年近80嘅老人背後仲有個無底深淵等住佢填。呢件事姜姜睇完之後，心入面有一個最深嘅感受。李家鼎，一個大半生做武師做配角嘅老人，晚年靠住一把鑊鏟嘔出600個菜，迎嚟人生第二春。但佢嘅血汗冇為佢換嚟安享晚年，反而成咗大仔眼中嘅長期提款機。細仔李永豪靠父蔭起步，但起碼肯落手落腳集資開鋪，最終得到上市公司認可，正正經經分到10%股權。大仔李永漢打份工做幾個月就走，每個月伸大手板攞老豆血汗錢，做生意失敗唔檢討自己。當老豆同細佬有好處嘅時候，連阿媽嘅喪禮都可以變成武器。而家嗰5萬蚊一個月，鼎爺仲係咪繼續俾落去？如果斷供，李永漢一家5口靠乜為生？如果唔斷，一個年近80、生意跌30%、健康亮紅燈嘅老人，仲要撐到幾時？鼎爺廚房賣嘅係老香港嘅情懷，係一種家常味道。但當呢個家已經滿布算計同怨恨，食客坐低食嗰啖飯，仲食唔食得出嗰種味？養兒防老定係養兒啃老？大家有咩睇法？歡迎喺留言區同我講。我係姜姜，不如問姜探，下集見。